落车，来落车。姓陈的查在嫌犯看到员警要来啊，佫想要塞车绕跑，员警要求伊停车，嫌犯这个时阵佫开车弄警车。来，车堵住。员警用警棍甲车窗拱破，然后对天顶开枪。不过嫌犯要是无爱落来，直直打油门，员警只好对正边的前脸开枪。啊！不要！退！下车！辣椒水！嫌犯的车辆无法度停动，只好落车要逃窜，各向员警相拍。员警向嫌犯喷辣椒水，嫌犯佫边过边高地位想要逃走，不过后来要受警方抓回来。哇，抓出来了！嫌犯就从破碎的车窗里面爬出来，爬过平交道。那本分局员警也随即翻墙，在平交道内将这个陈姓嫌犯逮捕。在现场会使看到嫌犯车辆的保险挂拢予伊弄断。警方调查姓陈的嫌犯，这个月中分别犯4件偷面加罪、抽水莫大、佮有压缩机的案件。警方半暝前往嫌犯住的所在要搜索，多伫巷仔口拄到伊。对方各用警察车未配合，佮跳车逃窜，上尾也要受警方抓回来侦讯。